下面还是刻盘是不变的，就是也是刚才这个以广大事业而发愿当中，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颂则：普能清净诸行害，圆满一切诸缘害，清净供养诸佛害，修行无倦境界害。那么这里呢，就是像那个就祈愿，就是让这个清净呢，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菩萨大愿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如大海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就是讲的什么这个供养啊、顶礼啊、随喜啊，还有这个清转法轮啊、回向啊，就七支供啊，就是七支供。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菩提心啊、六度这个观心啊，就是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普现这个心啊，就是普现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也有祈愿我在这个凡是三法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个随喜也好，供养也好，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就是都得以这个清净了，都是就是像这个前辈的这个大德和诸佛菩萨这个所发愿和所行持一样的。我凡是三法方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普现大愿的这个行为呢，都得以这个清净就是都得以这个清净，就是这样发愿。然后圆满一切诸缘害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过程当中，就是祈愿呢，圆满就是我的一切的这种发愿就是这种发愿呢，就是应该这个菩萨的这种十万大愿呐，像那个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就是发了这个500大愿呐，像药师佛呢，就发了这个15愿呐等等，就是那么这些就是发大愿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这些发了愿的话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非常就是难以就是那种这个心慈的呢，就是最终还是以你的这个愿力很大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实现的。好像《华严经》里面也是讲过吧，就是说是若有大发愿安乐于佛法就若有大发愿安乐于佛法，于是难解经通达不为难就是如果这个发了大愿，就是对这个佛法有极大的这种心爱心乐的话呢，那么即使说我们觉得特别就是难以现前的一些对境也好、境界也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达也是不是很难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是愿大力大吧，就愿大力大，这是我自己也是有感觉的。比如说，我要想就是这个建一个学校的话呢，就是刚开始呢，哎呀，这个是很困难吧。让我有了一个发这种愿的话呢，就是好像是不知不觉的是这件事情呢，就很这个容易就可以这个就是呈现。比如说我要翻译一部论点，翻译一部论点的话，本来是我那天我看了一下那个上师心地，这个上师心地呢，就是确实藏文上是那么多，就是其实这个翻译完的话，那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那天我又自己看那个藏文的那个登州佛教史，就是这个翻译完的话，那不简单呐。其实刚开始发愿的话呢，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这个凡夫俗子的话呢，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自己就有了这颗心的时候呢，就可以，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的一些建筑也好，或者是给大家就是共同那个学习也好，很多事情从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呢，如果你就心里面就是发了这个大愿，一定要我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大话的一些企业家也是经常讲，我们做的越大越好，越什么什么，就很多人特别这个爱吹，就是。我这个发大愿呢，就是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但确实是也需要有一种，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这个猥琐，什么都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还是好好休息吧，不行，好像把身体的事越来越缩的，就是已经，有些人因为就是担心，就是别人说什么，担心身体不好，担心心理不好，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有好好的，好像吃饭的时候就肚子慢慢大起来了，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又慢慢开始缩下去了。那这样的话还是不行的，就是开玩笑啊。有些人打瞌睡的话，那稍微就惦记啊，睡觉大王，印度有个叫睡觉法王，但是他往往都不睡，就是是刚才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什么
就圆满一切诸大愿，就是要这个祈愿，就是所有的这些发愿啊，就是尤其是利益众生和弘扬这个佛法的这种愿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到哪里去，经常这个发愿。如果我实在不会发愿的话，普贤行愿品里面怎么样发愿，我也这样发愿；如菩萨行愿回向品里面怎么样发愿，我也这样发愿。就其实这样的这个善行呢，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可以的。你在走路的时候、剃须的时候，甚至呢，就是到哪里的时候呢，就有些人是心很善的，就随时都是可以发善愿的；有些人呢，就是心很恶的，就光是路上看到一个人都杀我，所以那个我们就随时呢，就是可以发很多愿，就是发善愿啊。心很善良的话呢，发很多这个善愿；心很恶的话呢，的确就是在随时随地都是开始这个发恶愿呐、说恶语啊，就然后这个生恶心呐，就全是这个恶的，就是包括这个脸色也是经常就是没有一天高兴的，不知道天天都是就是像那个是狼人唐瓦的化身呢，还是什么？就是狼人唐瓦是一辈子都是只是这一次这个什么那个老鼠那曼查拉上面的那个松狮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叽叽叽，就笑了一次，就是再也没有笑过，所以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可能就是连这个都没有笑过，就连一次也没有笑过，那这样也没有必要吧，就是也许可能对确实人会很苦的，就实在是没办法开心。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应该还是开心一点好，也不可能就是天天都是笑着，但是呢，就也不是天天都是伤心，天天都是痛苦，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包括就是身体不好也好，就是很多事情呢，我觉得是永远都是一种这个伤心啊、痛苦啊，就是这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就是可能不太好，就是还是要偶尔呢，就是应该这个如果就是真的不是生气，就是比狼人糖吧还更这个高的一些处理性的境界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就是其他时候呢，还是这个偶尔去笑一笑，也是对身边的人就是得到一种这个安慰，就是下面因为我每次在课堂上说多少笑话的话，那就是有个别一直是永远是这样的，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惹了他。普朗清净，我看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简海。那么就有发愿，就是我们这个供养啊，就是无量无边，世间当中就是三世如来呢，就是像这个大海一般，就是无数无边的，就是那么我这个祈愿呢，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就是亲近就是一切的这种如来，并且呢，就是光是这个亲近不行，以这个三种欢喜啊，就是以这个法供养啊、尘世供养啊、以这个什么这个财物供养啊等等，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让这个如来欢喜啊，包括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就是三智士啊，以及这个具有功德的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师长老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一的，就是让他们这个去那无量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获得这种这个开心的话呢，以这种为例呢，就是自己啊，就也会这个圆满很多的这个资粮啊，就是也会圆满很多的资粮。还有呢，就是最后就是说我们上面不是有7种这个海啊，那么就是最后这个修行无倦境界海，那么就是生生世世就是开始这个修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无有这个疲劳，无有这个疲倦呐。就我们一般来讲是一个大界的话呢，就是有这个20个就是人数从10岁到就是8万岁之间，就是这样上增这个下减呐。然后呢就是到了18次，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增上一下，就总共有20个这样的这个增减的过程，就是一个小节。然后这样的一个小节就是做20呢，就是嗔，就是住慧就空就嗔住坏空，总共有80个这个戒。那么80个小戒呢，就是算是一个大戒。那么这样的无数的戒当中呢，就是上面所讲到的，就是不管是这个发愿也好，就是六度完行也好，一切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
这个退步，没有任何的屁眼啊，就是没有屁眼。其实我们这个修行呢，的确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就是再三的讲了，就让我们修行多少日子、多少年、多少这个岁月的话呢，就是不要这个疲劳，就是稍微可能有一点就是就是这种的话呢，就是要想起来，就是前世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广大的这个发愿啊，就是佛说诸法永忘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欲令众生悉除诸苦恼。啊，就是如果众生的这种苦恼要这个卸除，因学无上道，中间莫非是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想就是前除众生的这个痛苦，并且呢，就是自己要学这个真正的这个无上菩提道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多少劫、多少万年中间呢，最好是不要就是褪色，不要这个费事就不要这个退失心性，就是开始这个疲倦了。我们个别道友这个即使发心纪念的话呢，有时候是我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发心确实很累的，但是呢，发心呢就是也是对这个菩萨大愿的一种缘起。你这个缘起就是没有创造好的话呢，以后的这个不要说三个阿僧祇劫，就是连基本的就是一生一世的这样的这个行持善法的这个事业呢，就是也无法这个完成的因此在华严经里面呢，你们这个如果有方便的时候就读的话呢，就是有好多地方菩萨的大愿呢，就是不能有这个疲倦呐就是他所谓的疲倦呢，我们看书，最后就是开始已经疲倦了，马上要喝咖啡，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要长期的，要多少时间当中的话呢，的确是如果是终身的事，如果是自己的这个获得菩提的这个大事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放弃或者说是舍弃的这个行为就是所以。在那个如实的这个无量无数的这个事日当中也好，无量无数的戒当中呢，就是不要这个修行呢，就是退失就上面说讲到这些呢，应该说是讲到这个圆满的这个资粮，就是智慧资粮和这个福德资粮就是那么这样的这种菩萨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马上就是获得了这个佛果，就是那么这个寄送的话呢，就是已经就是降到了就是第这个十地吧，就是十地这个发云地是吧？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就是降到了这个他的功德。